香港已經有成1萬間食肆，仲能夠容納多一間呢？我要創造出自己嘅特色。每年香港有14,000名畢業生，你夠唔夠人競爭？我要比人更有熱誠。無數嘅運動員日夜追求1面獎牌，你有幾大機會呢？我只要比世界比快0.01秒，找尋發揮自己嘅地方，對我哋嚟講就係香港。